关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是国民提做台北市长的时阵，为560%增加到840%。也毋过国民提讲，伊完全不知情，是今年的3、4月看到媒体报道，才第一届知影讲这个金华城有840%的容积率，这嘛引发到纳入议员的不满，讲国民体根本是咧激昂，讲这个金华城准用途经的公告公文，都是国民体的专签，国民体哪有可能唔知影咧？金华城容积率的争议，为2022年8月70这件关键变动会讲起，参加人包括国民体和3位副市长全部拢有考，除了尹小薇和收押禁见的助理吴顺明嘛在场。只有回应由潘振兴担任调集人办理。对于这场变动会后一个月，9月7号一场对会会议内底，多省委员决议通过金华城20%的容积奖励，由潘振兴代表国民体过手等因的复馈，和金华城来到史上上车840%的容积率，如今方指控道理，这个会烧到潘振兴靠阿金健，上高站的国民体说是无保防放动起。我非常坦荡，我知道我没有问题。Q 苏小迄天大声讲家己做人清票，如今嘛主张针对840%的超悬容积率，讲拢唔知影，完全无过问，市长无应该接个案，头尾无承认本村冇咩人去做什么代志，不过敢真正拢会当下提讲都唔知影。市长，你智商157，你看一下。哪一条、哪一个字、哪一句说可以给容积奖励？金华城就不是都更，也不是围绕，为什么它可以比照都更、比照围绕？早就伫咧2022年，社民党议员标碰卡都捌针对金华城的容积率这顺亏。不过国民体强调，今年初看到媒体报道，才知影金华城840%的容积率。柯文哲后来接受了金华城的陈情之后，开始放水了嘛，交办给都发局，让都发局去启动整个都市计划审议的程序。后来还亲签了金华城准用都更的公告公文，就是他专签的啊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苗博雅议员在2020年跟2021年都曾经公开质询提醒过他说，金华城现在在要高额的容积，除非他都不看公文的，闭着眼睛盖。所以我想这是他的策略吧，认笨跟认坏。他现在就认笨嘛。如果法院法官采纳这种证词的话，我也是蛮佩服的哦。跨党派议员这期经发生案，为沈庆京到尹小薇、潘振兴，拢家己知逃袂过法律制裁。高办3场辩论会，国民体说拢无问题，到底真相是啥？司法攻防继续对立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